這天氣又閣要起變化，氣象署是指出講，今仔日的東北季風變強，中部以北甲東部是會反冷，也若明仔載開始，這華南軍雨區散過來，嘛會落這短暫陣雨。來聽氣象署詳細的說明。華南雨區持續向東移的情況之下，它的水汽會持續影響到我們，因此在今天的下半天到明天白天這段時間，下雨的情況會相對來說比今天白天再更為明顯一點的。所以明天白天在華南雨區逐漸東移的過程，一樣在北部地區還有中部山區特別要注意有些局部大雨，而且下雨的情況會比今天來的更明顯，範圍更廣一些。今天的高溫大概來到22到24度，中南部大概還有28到30度左右的高溫，這主要就是因為它其實下雨情況沒有這麼的明顯，白天甚至偶爾可以看到陽光。不過明天整體來說的話，下雨情況比較明顯，連中部南部地區的溫度又會下降個2到4度左右，而北東地區的話，相對來說溫度感受比較偏涼，整天的溫度來到22到23，低溫甚至來到17到20度附近哦。氣象署是表示講，雖然講拜三、拜四這水汽就會減少，也毋過拜五、拜六呢，閣有另外一波鋒面要通過，就要等到禮拜無清節這天，這水汽才會減少，天氣才會豆豆啊轉好。